这届风台拄到年度的大流，昨暗晡基隆港的海水倒急，爱四路附近拢淹水，市政府是赶紧出动抽水机来抽水。市长谢国良早起嘛去大武仑来视察移动式的抽水机排水的情形。车路淹水，店头无用咧扫水。初二暗时靠路风台虽然是无停落，不过拄到当年大流的时期，海水为基隆港直接灌入去市区。造成爱四路的上宽甲顶仔卡拢淹水，市府调抽水机来抽水，顺利解决积水的问题。迄落风台拢淹水，水沟的关系，15嘛是有，15嘛是会迄个海水倒灌。说海水倒灌，台风天就有可能会淹水。对啊，要淹到膝盖这样。初三透早去爱四路上宽已经无积水啊，居民讲若是雄上大雨，当地就有可能会淹水。市府表示，已经向内政部争取到差不多2300万工程的经费，会伫田寮河雨水暗坑的出口设置水闸门甲抽水机，改善海水倒灌的情形。瞬间涨潮的话，瞬间涨潮，我们就要赶快动用我们的抽水机。那昨天就是的确也有几十公分的一个因为爱四路是低洼地区，在那边有一个抽水站，就提前的发生了作用。今嘛风台愈来愈晚。市长谢国良初三去大武仑地区视察移动式抽水机排水的情形，因为大武仑遮永过捌因为落大雨，溪水下袂离，水规个呛入去人家厝，造成灾害，嘛要求工程处爱加强应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